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31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台南市的畜牧业甲家禽养殖场所产生的动物尸体，每一天拢是运送到其他的县市进行处理。但是议员吴通良烦恼讲，一旦若是倒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造成无法度马上清运，将有可能面对着后续的卫生、环保甲防疫的问题。所以建议伫台南市设置处理场，并且呼吁市府爱事先规划应用。议员吴通良伫市政总质询时，关心到畜牧业产生的畜禽尸体处理甲清运的问题。强调现在虽然拢是运送到其他县市，但若是其中一个部分拄到阻碍，将会马上出现处理的危机。伊质询农业局是毋是有应用对策？袂当无事先先做准备呢，对不对？没有错。咱台南市比屏东较大呢，咱袂当依赖迄一个小县里面来对面呢。无毋对啦，咱农总有7000几间的迄个畜产。那么第一点，我相信这个物件应该是中央买补助咱嘛，对不对？那我们农业局是不是要怎么想尽办法来把它做好？咱家己本身吼，若假使讲无一个处理场吼，讲起来这嘛是一个危机啦。对，万一出状况的时阵，人还是无阮的专力吼，甲环保局这边车共同来协助。另外，议员关心六甲区西外环道路工程进度，干部局回应，完善南北向的设计已经完成，现在在增加东西向的道路规划，并预计伫今年取得用地，伫明年初动工。警告讲，咱局长是毋是当时真正会当快动工？明年初，因为咱东西，尤其南北向的是设计好，正是这个东西向的这站吼，进行刚咧是所在啦吼，所以用地咱做伙办。同时办吼，明年初咱就会当。即嘛是要做一变做嘛，还是安怎？一变做。市长赖清德这机会强调，除了六甲区的外环道路以外，其他亲像下营、西港、新化的外环道路，市府团队拢是尽全力争取来完成建设。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东区大南甲安南区大同边界主体兴建到今已经40外档，不但厝旧，阁被鉴定是危险建筑，所以市府编列预算要进行拆除。原本的住户也被要求爱搬走。对此，议员林秉利呼吁市府对着这两个所在居民，必须用同款的标准来提供补助。东区大南边界主体甲安南区大同边界主体原本提供绿色民众居住，但转卖转租占用的情形严重，加上建筑老旧，阁被鉴定是危险建筑，因此市府预计进行拆除。对此，议员林秉利烦恼住户后续的安置问题，要求伫任何补助福利上要有一致性的标准。住伫遐危险就是无钱啊，无钱出去租厝去买厝啊。即摆一间厝地上种700-800万，成千万、千外万呢，迄无当买呢。所以吼，即个地我是感觉讲吼，你爱一个规划，是要起啥要做啥，你毋靠一个理由甲因赶走，无讲要听因冒着生命危险去住伫遐，啥要住伫遐啦？要叫你去住你嘛无爱，因若是无当所在无当去耍嘛，所以拢会真情会拜托啊，通大南国体相共嘛，你两位的所在吼，平均拢爱做够啊。社工嘛有去关心一寡真正讲伊的经济较弱势的部分，咱的社工嘛拢一个对一个安尼去甲因关心，去甲因辅导，看因咧细厝各方面。敢有甲细厝无吧？有，咱有陪较需要的人。咱问你干事嘛？咱有陪同，无咱社工有陪同，社工有陪同。若较需要的一寡即个家庭吼，咱社工有陪同。真正讲因若真正佫有困难的，咱会佫用另外的方式，就是迄个补助的计划以外，真正这个经济的弱势，咱会佫甲因斗相共。另外，仁爱之家进行精修改建，预计将1楼作为日照中心，2楼以上作为居住以及设施使用。对此，议员争取伫2楼增加图书馆，方便学生看册。做图书馆对囡仔好，对老人即块地好利用。毋免讲动去即块地遐大地伫遐
啊，经费讲要开也无济，无电影馆到目前嘛无要紧啊。去一个图书馆以后，囡仔读册嘛方便啊。吼，要读册毋免搁走去公园遐读啊，毋免搁走去图城遐，你听无？吼，所以吼，我是建议啦。 会当做一个图书馆。对着议员的建议，市长回应，议员所表达的应该是科书中心，未来将会请教育局等相关局处进行规划。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自顶一届伫个议事厅发生议员蔡玉辉推杀教育局长野头的事件过后，议员今仔日再度针对替代野男所写的环境甲设备，以及补习班早起的情形，学校营养午餐募款等问题，向教育局长提出质询，来看现场的情形。 议员蔡玉辉上午伫总质询当中提出一题写有白贼局长的人形看板，并要求教育局长陈秀平徛到备询台，需要调出真正的质询画面，再度针对学校替代野男宿舍的居住环境提出质询。强调伊是为着公共利益，才要求教育局提供各校替代野男宿舍的相片资料，所以无法度接受教育局用各自法的理由拒绝提供。 法治公共利益，你甲引用宪法585号解释，那迄是93年的资料，即嘛103年新的资料内底，我是为着个人的权益权保障呢。啊，你局长一直无爱互我，一直甲我关。看到议员提供的画面，市长热清着承认确实爱改进，但同时也表示要求提供宿舍内底的相片，唔那牵涉到隐私权的问题，而且也已经超过教育局的权力。你头拄我讲的这个案件，相信是伊甲你真正啦。伊若无甲你真正，你嘛袂使去甲嫌呢，敢毋是安尼？啊，所以其他当然是安尼啊，有对啦。啊，所以其他人无问题，袂使讲议员要求所有人去翕，市政府拢去甲翕，就看伊咧辩护啦。同时引起议员不满的所在，佮包括伊向教育局要求提供立案补习班的调查资料，但却收到一大箱的书面资料，互伊感觉相当离谱。我们给您的你某一箱互我，市长，我甲你甲回复，你某一箱互我，家等于查，安尼有恶质无啦？ 我跟议员报告一下，因为您跟我们要明细，您发文给我们是要明细，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为什么您刚才提到说100年到102年，我们没有给您查核的资料，是因为那些表件上面都有负责人的个资，所以我们不便提供。对此，教育局长也反驳，网络上拢找到这寡资讯，加上议员要爱的资料伤济，所以才提供这么济笔，并且请议员家己回证资料。但是，民众山林根采访报道。 2017台南市国际冷泉锦标赛于5月26号开始，伫台南运河举行。主办单位教育局表示，因为今年5日节拄好是连续假期，互报名队伍高达154队，非常的踊跃，加上民众热情的参与，互运河周边就亲像冷泉嘉年华会同款。最后，伫30号的闭幕典礼，由四草作舞队抱走上悬的30万奖金。 2017年单市国际冷泉锦标赛对5月26号所参赛队伍开始车拼。虽然比赛期间天气并无稳定，不过热情参与的民众甲加油的阵容，依然将运河樱花客甲满满。加上周边的系列体验活动、特色小食甲舞台区的艺文文化表演，已经是一场南台湾的冷泉嘉年华会。 另外，今年报名队伍高达154队，经过5天的激烈竞争，30号暗时8点半正式举行闭幕加颁奖典礼。其中竞争上界激烈的算是公开男子组的大型冷泉比赛，最后由四草作舞队伫教育局长手中摕到上悬奖金30万，让现场气氛热到上高点。 接下来办的是四草作舞，去年的亚军队，今年就晋升冠军了，真的好棒啊！四草 ，Boat House the big winner。好，我们公关组特别邀请所有的贵宾跟他们一起合影，同时也给他们做最大的鼓励跟赞赏啊！是获胜的队伍，恭喜大家！
是，也希望呢，我们每年的龙舟比赛，我们台南在台安平的龙舟比赛呢，都可以有各位的参与，然后呢，让我们每年的比赛呢更加的精彩哦。那也祝福大家。会中主办单位除了勉励每一位参赛选手的运动精神，希望因每一档拢来参加凌船比赛以外。会后嘛，甲过去同款，依照鼓励举行送水神下岗等仪式，感谢众神明保庇凌船赛会当平安顺利。毛这届国际凌船比赛下个活动画下完美句点。电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宜兰科技村的后生许维哲，因为对政治无兴趣，所以并无选择对着爸爸奖奖。你是到市场内为台鱼仔开始，一直到烹调料理全部拢学。现在时开了一间沙巴鱼专卖店，店内非常的特别，佮设立一个台鱼仔授专区，强调现台现煮，要互人客食到上界鲜的料理。柯伟贴成长伫政治世家是宜兰科技村的后生，大学时嘛时常替老爸4个邮票，对伫政治方面并无生分。但因为对政治并无兴趣，颠倒希望做生意，开创家己的事业。经过宜兰朋友所了解，来到鱼市场，对基础的台沙白鱼开始做起，并且向料理歌手柯妈妈还是主家，和天天有余的每道料理都有妈妈所煮的好滋味，一开幕就吸引大批消费者来试口味。专卖店啊，咱大家安尼经过这个调理。了安尼先，互大家会当食到一顿，真正大家做美味，个大家做新鲜，个健康，这个料理，互大家会当提供这个服务。咱沙白鱼家煮起来这个白肉，这个鱼肉，咱嘛伫开发着做咱这个沙白鱼的这个鱼丸所以咱店面这个咱这个新鲜的沙白鱼丸拢是来自咱这个鱼肉，咱这个自做沙白鱼丸安尼。手工做沙白鱼丸，一方面就提供上佳好食材，所以这就是囡仔伊要去学这道，要从事这个行业，当然伊就有这个兴趣安尼。店内装潢设计新颖，料理区嘛非常明亮清气，甚至还有台鱼的专区，让人客拢会当新鲜看到。这拿捏就是刀子不能太大力，就是说这样顺着。怎么知道从哪边切？从哪边切？因为其实它这边有2个颜色，取这边的中间值，然后我们后面就是把鱼肚把它切漂亮一点，对，让它像一个乌鱼子的样子，然后我们从旁边就是要闪过它的鱼刺，这样子它剥下来之后，这个鱼肚才是无刺的。店长柯伟贴嘛向大家推荐精心制作肉色，无论质地还是口感都是一流，让消费者一喙接一喙。另外，还有沙白鱼的肉丸，无温料嘛非常美味可口。介意食沙白鱼料理的朋友，一定来现场试看卖。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咱先看关键，马上等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市东区甲永康区的交界有一个平实营区，市政府借着市地中划方式来开发。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中划区有一个7公顷的公园，内面有真侪老树。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市府也采取原地保留。另外，应用周边的商业区也规划地下停车场、转运站等等，期待这个中划区会当变成东区的新都会中心。透过专题报道，带您详细来了解。
这里原本是戒备森严的军事用地，但是经过了市府地政局及公务局的合作，摇身一变成了平时公园，而且在2017年还获得了公共景观类建筑原野奖的殊荣。而这个公园预计在今年下半年会开放使用。今天就先让我们带着大家来到公园，看看里头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走进平时公园里，沿着步道，两旁老树林立，绿意浓密。根据市府表示，开发之前，平时公园有多达696棵的树木，且大部分都是老树。市府在开发过程中，考量树木为民众的公共财产，对居住空气品质上有很大的贡献，因此致力将老树原地保留，成功保存92%。我们在施工前的断根，30公分以上，我们断根2次。那施工阶段的断根跟养护完成之后，我们做一些部分的移植，那其他部分全部保留。那整个阶段我们都有做摄影，全程摄影，来确保老树保留可以达到一个100%的目的。除了保护老树之外，市府更将平时公园里军方旧有的营舍进行大改造，新增环境艺廊，希望与营舍空间做串联，呈现与树相舞的曲线设计，让这个活动廊道充满浓厚的艺术气息。那我们这个展示空间的话，就会有一个虚实的交错的一个用法。例如可以看到，像这个是一个虚实交错的，有一个虚的墙面，后面是一个虚的空间，一个实体的墙面。用这样子交错的方式来让这个空间有虚虚实实的空间感。也可以说，它可以在以后在展览的时候，就会有说，我可以放到这个空间，放到那个空间，做一个很明确的切分，这样子。那至于这个，我们希望能够大家都采光啊，希望能够把天光留下来，但是也怕热，所以我们用网点的玻璃来做这个稍微遮阴的处理，因为我们这个都在树下面，而且我们也在空间里面补植了一些树，希望以后就是有这个在树荫下的一个效果，这样子。不只是平时公园，这项重划开发案，市府在中华东路及小东路上也规划7.39公顷的商业区，预期可以结合像南纺购物中心、国宾影城等等商圈，期待吸引更多的市民前来，塑造一个东区新都会中心。另外，考量未来因商圈人潮而带来的交通问题，市府在公园南侧规划可停放226个车位的地下停车场，避免日后停车位不足的状况，预计在2018年完工启用。至于开发区的内部，则设定4.5公顷的用地，作为文中小学的偏小需求，还有14公顷的住宅区，给予市民一个优良的居住环境。你看，住宅区前面就7公顷的公园啊，而且交通方便，这个小东路出去高速公路就到了。然后呢，东区这个南纺梦时代，还有这个国宾影城，整个东区的这个建设，这边都享受得到。所以我讲，今天若做讲我是要来讲，就是讲少年的刚组家庭啊，我想要买一个房子，要住下，我会选择这个地方。市民的居住安全尤其是重要考量。台南市政府积极以创新的方式，在这个开发区建设4个滞洪池，滞洪量可达23118立方公尺，大约是10个标准游泳池，有效防范洪灾发生。也为了建立友善的道路环境，管线部分采取共同管道设计，将未来道路重复开挖施作，导致浪费资源的可能性是大大降低。而道路旁的路灯设计更有特殊用意。那在路灯的部分因为怕避免我们路灯设置在人行道或是道路上面所以在这设计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个路灯跟水沟的共构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的那个路灯跟我们的水沟在施工阶段我们就让它成为一体既不会影响到人的行走，也不会影响到车流得到一个双赢的一个目标。
经过市府办理重划开发以后，东区及永康区的精华地带，也就是小东路及中华东路交接枢纽处，将安排一个车站专用区，也是市政府目前规划的轻轨蓝绿线交接处的所在。以目前预定的交通网图，从这里出发到安平老街，利用轻轨交通的便利性，将可以避免塞车的情形，而且更快速的到达，增加旅客在移动上的方便性。整个平时营区的重划，中央公园的设计概念是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尊重自然生态的森林基地，让民众来到这边，如果疲惫的时候可以充电一下，也呼吸新鲜的空气。而连带的周边有许多开发，包括了商业区、住宅区或是交通方面的建设，也都陆续进行。一个在都市中便利又充满绿意的生活，指日可待。团区县立国小将学习甲游戏做结合，特别邀请桌游达人徐永清做伙合作，开创出好横一部桌游《绿林的逆袭》，并且由学生家己来画制游戏当中的人物，让学生会当一边耍游戏，一边学知识。县立国小近来甲桌游达人柯永清合作推出《绿林的逆袭》这款桌游，特别的是这个游戏是用学校作为背景，每一个角色都是透过画图创作。游戏设定是利用树木加风台概念，和风台当作关卡的魔王，和算游戏的学生透过团结合作精神，打造风台大神。小朋友他在玩的过程里面，他是很想要继续投入在游戏里面，因为这样子的游戏对他来讲，游戏性是很高的，因为他们大家要一起共同的合作去对抗台风大神，所以他们很自然就会开始做讨论的动作。那有讨论之后呢，有一个共同目标，他们就会开始讨论。那这是一个合作的概念。除了人物加背景，这款桌游嘛设计真侪问题卡，有些学生担任事务解说员来出题目，考验学生对事物的认识程度。绿林的逆袭的桌游呢，是由我们学校的学生老师还有我们的桌游专家徐乃巴一起发想的。希望借由这个桌游，在游戏过程当中，让小朋友很自然的学习到我们校园植物的一些概念譬如说呢这里面有很多的惩罚卡像说蒲葵就是等于如果惩罚的话，就是3扇子嘛，用它的特征。像那个榕树的话呢，惩罚的话都是劈腿，因为榕树会串根嘛，所以这些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些游戏。亲子这款新桌游不但当增加亲子互动感情，也可以当避免散失保护视力。近来愈来愈受到欢迎，而且这游戏是唯一以学校作为场景，事物作为主角，兼顾知识、学习、趣味、美学等多面向。所有兴趣的家长会当上县立国小学校网站来了解详情。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成功大学甲永丰金控合作，由永丰金控出资1亿，来帮成大留调人才，并且释出大数据的资料，和成功大学的相关科学研究，设立未来智慧生活工厂，打造一个全面人工智慧化的产业。永丰金控甲成功大学5日7签订合约，未来将由该企业出钱为成大培养人才，进一步留调好人才。而这个合作案的主要内容是结合企业的大数据资料，提供给成大各系所对着未来智慧生活科技运用，为台湾的 AI 智慧研发来扎根。今天在人工智慧的大时代，成功大学要在这样的扎实基础之上，做另外一个重要的跨域的融合。我们希望融入以生活里面金融服务的项目作为一开始的主轴，建设一个无私的对外的体验空间，规划一系列结合运动、学习、饮食以及未来生活风格的实验样态。我们也会透过结合在地城市的生活体验，跟企业共同来开创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展开未来技术应用的无限可能。事实上，我们现在
已经永丰银行的客服已经可以做到一部分是可以直接回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代，那个就是人工智慧。真的，我们原来也不太相信，结果是真的，逐步的在发生。未来新台会将旧的图书馆打造成未来智慧生活工厂的平台，进行各种 AI 智慧的开发，和未来生活会当有无限的可能。该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阴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温度27度到30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高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5月3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